歡迎收睇太陽能報章及出版社皇崗新線分析系列。為配合新皇崗口岸啟用，運輸署決定開辦或延長多條巴士及小巴路線，以服務旅客。本系列只討論巴士路線。巴士路線中有4條新招標 ：B10 來往葵芳、葵翠邨及新皇崗口岸；B12 魚巴烏溪沙站新皇崗口岸；B14城北啟德至新皇崗口岸；B15城巴青山灣至新皇崗口岸，只限6日及公眾假期。有3條由原有路線延長或增設特班，其中1條通宵。B11來往天水圍天富及皇崗 276B 特別班次。B13城巴小西灣、南灣半島至新皇崗口岸，前身976A。NB739 巴沙田市中心至新皇崗口岸，通宵路線 N73。今集講九巴 B10、B11。B10 咁便宜，12.1港元由皇崗直落葵芳，比 B1 往元朗、天水圍便宜。B1 肯定少了很多轉車乘客了。你以為 B1 還有元朗區乘客座？可是九巴決定開辦更便宜的路線，徹底奪走 B1 所有乘客。等我介紹 B11，10.5港元來往天水圍及皇崗，相較收15.3港元的 B1 便宜大於 30%， 而且落馬洲口岸與皇崗口岸甚相近。究竟 B1 下場如何？我拭目以待。而新線能為九巴賺到多少盈利？我想不會比 B1 多。本社建議 B10 繞經涌美路取代頹線 43M， 分出支線 B10X 不入青衣，收費15港元，提高盈利。多謝收睇。